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15例本土病例，1个人死亡。国产的高端疫苗今仔通过紧急授权，8月份开始供应。气象局表示，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可能会伫拜三下晡发布海上警报，拜四早起发布陆上警报。台北市长高文地讲，市政府要基这40亿帮台北市民买第3档的疫苗来对抗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15例本土病例，内底病入境哦，有1个人死亡。另外，高端的疫苗专案制作嘛已经许可了。另外，到明仔载开始第3轮的注文疫苗会开始发送简讯，7月23到7月29地当注射。来听指挥中心的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15例，那境外移入的比昨天多有6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一般寺庙的庙城广场，那我们有条件的可以开放宗教的酬神戏。那我们第一个是只限在庙城跟广场的空旷的地点。第2个是现场不开放民众观赏，第3个是表演团队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那歌仔戏的演员必须在表演前7天筛检阴性，那演出时的时候才得以脱口罩来表演。第4个要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公费疫苗预约平台第3轮，我们从明天上午10点起到7月22日的中午12点截止。有170万人会陆续收到简讯通知预约接种。那施打的时间是7月23到7月29号。好，那将来还是这疫苗的到货量，我们每周2发送简讯。那昨天FDA 有开启了专家的会议，专家的审查会议，那也核准了高端的 MVC COVID-1901新冠肺炎疫苗的专案制造。疫情缓和，台中市宣布讲，若是中央宣布3级警戒降级，社福甲教育机构会先来开放。台中市公立有5间老人护理照顾中心的日照中心哦，全部员工已经拢注好疫苗啊，嘛已经做好相关的防疫规划。用塑胶架板甲岛仔分做4区，清洁人员用消毒水甲环境是切过一摆搁一摆。为着因应7月26了后，疫情警戒可能会降做第2级。台中市真爱之家附设的日照中心也已经开始做准备。清洁跟消毒，包含公共空间，还有门把、浴室、厕所这边。另外，我们也添购了这个防疫的隔板在未来长辈如果回来的时候，我们采取分舱分流的一个用餐方式。台中市长罗秀燕19时插相关的准备作业，宣布社福甲教育机构会是疫情警戒降到第2级了后头一批开放的单位，为着让居民甲工作人员拢会当安心。目前台中市5间老人福利机构附设的日照中心，工作人员的疫苗注射率都已经有100%。这个日照中心呢，它的工作人员100%都有注射疫苗。那接受我们服务的对象，这些长辈呢，也有92%左右都打过疫苗哈。所以是相对的，大家都有准备。若讲到进前确诊的家庭教师，因为伊的社交范围下悬市，传染风险也真悬。台中市府强调讲，当咧追查伊的感染源，因为家庭教师疫调时阵无老实，也会直接开罚。3级警戒咧要期满，台中市20开始也安排国小老师甲第2批儿童教育工作者，大约17000人来做疫苗，来迎接解封了后的防疫挑战。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2成，指挥中心嘛表示讲，7月26有可能会解除3级警戒哦。也毋过国内有医师是认为讲，咱台湾致病死亡率是5%，是比其他国家侪真侪，代表咱的社区哦，可能有人为着病，也毋过无互验出来。国内新冠疫情渐渐缓和，疫苗注射率原来突破2成。指挥中心讲，7月26解除3级警戒可能性悬。不过截至目前，全台湾累计确诊数拢总有1.5万人，768人死亡，致死死亡的比率接近5%，比全球平均数2.15%悬出1倍，引起外界的烦恼。
对这代志，国内医师是讲，这甲感染无找到、诊断上慢有关系。有多少人没有被诊断出来？因为这些人是应该放在分母的。那如果你没有诊断出来，你就会使得死亡率高估。第二个就是我们国人是不是都等到发病1-2天了才去看医生？那这样其实你看到医生在诊断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病已经进入后期了，那治疗效果就会变差。医师认为，国内这段期间，伫治疗用药方面拢有真大改善，致死死亡的比率也是有较悬。安尼就知影讲社区也有偌济人感染无防找到。未来降级了后，也是爱加强居家社区的快筛，也有挂喙安、过来洗手这个措施都爱做。指挥中心统计，6月初9至7月初9，已经注第1期莫德纳疫苗的第1类至第3类对象，以及有新的负责人，拢总是189788人，会当伫8月初6进前注第2期莫德纳疫苗。不过这原来互外界质疑，也有真侪想要注莫德纳的民众，根本都注袂到第1期，这恐惊会影响到解封的效果。在我们目前的疫苗接种率还不是很理想的情形之下，其实我们那个疫情的控制就蛮好，而且可以考虑降低第3级的防疫的。所以我想疫苗的覆盖率对台湾来讲并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我们比较急迫的是比较容易有风险接触到那个病毒的人，他优先就把第2剂先打完，提高他们的保护效力。医师表示，所来上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爱看是不是也阁有社区内有一寡潜在病毒感染，发现不明感染源的确诊病例。这种病例数若做还阁存在，就无可能无病例，防疫就无可能完全放零。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继续的增强，气象局预告，上紧明仔载就会来乘做中度的风台哦。也毋过目前的路线阁无法度抓了正准，有可能会伫拜3下晡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拜4早起发布陆上的警报。另外，目前伫广东的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今仔早起嘛形成今年第7号风台查帕卡。也毋过，这个风台哦，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8月上半日，台北早起天气正好，全台湾相关的温度拢伫咧33到35度。不过，新北甲桃园已经测到超过36度的温度。但是，这种好天气，接下来几天可能有变化，因为第6号风台烟花继续增强，上紧伫明仔载会转做中台。预估在明后2天，一直到22号，大致会逐渐通过琉球群岛的海面。预估明后2天，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开始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周4到周6这段时间，会是台风相对于台湾较接近的一个时候。到时候就会受到烟花台风本身以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现象。气象局讲，烟花风台这么中心大概伫台北东平1000公里的海面上，以偏西角度向台湾的北部海面刷震动。不过风台路线也有正大的变数，若是低压带有变动，或者是其他云系发展，拢会影响风台的速度甲方向。东亚呢，正位于一个相当大范围的季风低压的范围内。这当中呢有台风、热带性低气压，北边呢有太平洋高压，南边呢有西南季风。这几个势力呢盘根错节也相当的复杂。周4到周末这段期间，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除了烟花以外，气象局上新的观测，伫广东附近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增强成这第7号风台查帕卡。目前风台路线是向广东的方向刷震动，暂时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那这类风台是不是造成藤原效应？气象局讲，查帕卡就要先维持伊的强度，也会看伊甲烟花相对的距离，才能知影是不是互相作用的存在。无确定性也正大，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增加15个本土病例，有来境外病例，有1个人死亡哦。目前台北市只剩1个尔，新北市是有11例，桃园有3例哦。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5400例哦。要提醒民众，咱国内疫情虽然有较缓和，也毋过个人的防疫嘛是毋通放任哦。咱再来看高雄异响天地百货公司昨暗强强宣布，今仔要暂停营业1日咯，要大消毒。高雄已经17日拢无病例咯。市政府是表示，昨暗接到台北市政府通知讲，6月底有确诊者捌去过异响天地，所以才要求业者爱大规模消毒。
乘坐人员规身躯包安安，伫咧卖场的柜位、便所、电梯等等的公共空间，拢爱来消毒。18号暗时，高雄异想天地形象伫咧官方的面册广告，19号即天要暂停营业，专门来大消毒，嘛引起民众的怀疑，一直伫面册来转传着因停业的消息。这是前往异想天地，说也是有员工咧进出。知道，那你们还要来上班？我们有一些行政作业要做。没怎么看到人啊，从开始有疫情的时候就人潮就很少了。员工讲公司确实有停业消毒一天，但是有一寡人因为业务也是需要去公司。面对着民众烦恼，敢是高雄的疫情又有变化，市府是赶紧来澄清。因为昨天晚上接到新北市政府的一个通知，那有一位确诊个案的足迹，在6月底曾经到过异想天地。市府证实，异想天地确实有确诊者去过，不过是伫咧6月底，不是伫咧最近。市府是为着慎重，才通知着业者爱彻底来清消。不过经过将近1个月时间，才停业要清消嘛，已经引起着民众的紧张。记者王刘婷、陈汉坤高雄报道。再来看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陈志文，7月13规家伙仔去屏东牡丹乡的饭店度假，互人检举。伊嘛提出辞职咯。行政院长苏贞昌张准啊，伊的职务会先互2个副执行长来代理。那目前陈正文执行长是在请假中，等到陈正文执行长他请辞获准之后，那整个代理人是可能会由我们院里来指派新任的执行长，或者是由我们2位副座其中1位来代理。当然，在开罚之前，那让当事人去实际的去说明当时的一个状况，没有所谓的施压，也没有所谓的阻挡，一定会严格执法。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公务人员的行为爱谨慎哦，望讲所有公务人员爱记的这教训。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嘛已经针对陈志文的饭店捐资事件，以传染病防治法罚业者6万块。县政府会阁针对迄间饭店的人客来做调查哦，调查清楚了后才会来处罚。县政府嘛强调讲，袂看人来办案，若是违法一定会处罚。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昨接受电视访问，讲到讲市政府要集资40亿，帮市民买第3档的疫苗来对抗第二塔印度变种病毒。郭文地佮讲哦，若是国家做了好，其实因就唔免烦恼。郭文地嘛讲哦，伊嘛考虑讲开学以后，要互部分学生啊去学校上课，各部分的学生啊是继续留伫厝线顶上课。台北市长郭文哲特别到台北营总送感谢状来感谢台北营总伫疫情期间对台北市政府的协助。针对郭文哲18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阵讲，要负责40亿，家己购买第3期疫苗，对抗第二塔变种病毒。郭文哲是讲，还有半年的时间会当看，是毋是要购买疫苗，什么代志拢有伫准备。什么事情都有在准备的，疫苗能练的公司没有几家，所以有在谈的。只是说我觉得这样的哦。通常国家做得好就用不着我们了，因为我们要编的是明年的预算，我们所有的对，这个是我们大概抓的一个数字，但是还没有讨论得很详细。双北共同生活圈同款成为疫情严重的灾区的新北市，是不是原来会对伊安尼做来购买第3期疫苗？新北市长侯友宜态度是保留。我在这里还是再度的呼吁中央及早购买第3剂，让我们全体的国民。不要因为第二塔进来没有办法有更好的保护。郭文哲伫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阵，提起到伫疫苗无够的情况下，考虑开学了后，要用线顶加线卡蓝班的方式上课。简单来讲，若做一班25个学生囡仔，5个来学校上课，其他20个就伫厝的线顶上课。你会怎么执行？也要看到时候疫情状况。如果疫情 OK 了，就没有这个需要。那如果疫情不行的话，学习不能中断，那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要做好准备？郭文哲少年线提出2个议题，引起热烈讨论，详细细节拢还未说明清楚。对着7月263级警戒要届满，因应疫情的相关措施也真受各界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传出行政院拍算要发展行更来刺激餐饮、观光、饭店各业文的活动哦。院长苏贞昌今仔表示讲，过几月中，也毋过现阶段并未鼓励民众出门去消费。餐饮业人员是建议讲，点香更的金额应该爱增加。新人举办婚礼的婚宴大厅，即马空影影。3级警戒禁止店内食，婚宴会馆变作是疫情的重灾区，业者空等2个月，也是都要支付将近800个员工的薪水。对这代志，行政院想要再一次发放振兴券，优先锁定急需要抢救的餐饮业。台湾餐饮业的联盟表达我那真赞同，认为讲振兴券的金额至少要提高到5000至1万。是除了发振兴券以外，我们也希望说针对我们餐业还有这个婚宴业。去做更多的这个专案的这个补助，因应那个疫情的冲击，那这个电商的成长，然后外送跟自取，那所以这次经济部也在这个振兴后也提出了一个怎么样帮助业者。若讲要提高振兴券的金额，理事当局讲，政府补助方案应该采分级分流。行政院预定这礼拜开会讨论。要求各法会也甲经济部、交通部、文化部、农委会遮来进行相关的盘点，参考去年的状况，规划振兴方案。若是振兴措施上路的时机，行政院长苏贞昌19时小可保留，是讲现阶段也是无鼓励民众出外消费。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大帮忙，不过。这个整个需要准备，同时目前疫情也还在3级警戒中，还不能鼓励民众出来消费。苏贞昌讲，去年实施振兴券，人民参与的程度达到99%，带来1000亿的经济效益，有效刺激内需产业。所以，这届再一次发放的振兴券，主要是伫餐饮、旅宿，也有展演艺文活动遮。只不过，苏贞昌也坦白讲，需要准备的时间，到时阵自然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因为警方关伫厝哦，网络加做民众小偷情绪的管道。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发现讲，伫 PTT 顶头在讨论疫苗是真政治哦，也毋过国防部做这款的分析，嘛引起真侪质疑。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蔡英峰甲注册会合作，将对 PTT 的八卦版疫情舆论进行分析报告。研究了发现 PTT 八卦版上煽动情绪的写法，占据甲疫情有关的讨论，除了互疫情资讯交流功能瘫痪，也出现疫苗政治化现象，引起讨论。国防院黄启奇伫监看 PTT 大方向。各种政府防疫无能，杀予中国网军，也各方批评是政府的帮手。台湾是反正比较政治化的社会吧，就是常用这种政治的角度来看啊。不过它只是一个研究而已啊，那个人的一个研究，对啊。国防院认为，台湾是较政治化社会，定政治化解读代志。也强调，这只是一篇独立的学术研究报告。不过，这篇文章也引起调查高手。搞了半天呢，他们沦为1450；搞了半天，他们沦为民进党的侧翼。需要花那么多的钱成立国防安全研究所吗？这个国防安全所好像都是部长退下来去做那个位置，有这个必要吗？这一份报告细读来说的话，其实真的并不严谨，把所有批评政府的人通通归类成一个中共同路人的角色，那也似乎忽略了，其实近年来证据显示，绿营的假账号、分身账号才是 PTT 假账号的大宗。如果我们的方向批评是正确的话，我相信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一定会接受，然后虚心来接受这个检讨跟改进。是矮化台湾目前的国家主权，才是我们认为应该批评的哈。所以这个报告呢，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分析的方向。对国防院的报告内容，国防部表示尊重国防院甲国防安全领域进行专业甲独立的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昨暗公布代替德鲁古号的调查报告，嘛对副局长记一个大告，也毋过有罹难者的家属是真不满哦。因认为讲这份报告早就应该伫5月底完成，才拖到即马才公布。家属早起嘛去交通部申请。
看到交通部行政调查报告，想起伫事故中罹难的查某囝陈小姐情绪失控，部分罹难者家属再起来到交通部前陈情，认为这份报告明明伫5月底完成，拖到即马公布。期间家属问代替事故原因甲调查状况，代替拢说讲家己是方调查的单位，只想到被和解。那关怀什么？关怀我的和解书有没有问题？要不要签？就这样。所以我在里面跟他们。我也不客气跟他们讲啊，那你们关怀员只是做到一个传声筒的角色。重启和解内容，家属要面对台铁正式谈判这和解的内容。家属要的不是更多的金钱，家属要的是确确实实的改善，确确实实的真相。交通部伫10月尾啊发布的这份太鲁阁事故行政调查报告中，指出台铁有5大欠点，包括时间计划甲文件审核有疏失，主办单位督导工程无好，工程人员管理有疏失，工地人员欠行车安全教育训练，工地防护无周全。报告提出12月听取名单，展期上悬到副局长朱来顺方记大过一摆。不过台铁产业工会指出，这份报告是表象，看袂到整体制度检讨。当时担任副局长的杜皮竟然无伫听取的名单上，也个升官做局长，高瞻下级的意思就明显。只是提出问题的冰山一角，那更细部有关于譬如说相关的标准或者是这些程序，以现行的执行人力是否能够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检讨。太鲁阁事故造成49人不幸罹难，5月起代替甲家属展开恳谈会，比较普悠玛事故。每一位罹难者补偿1570万，目前大约有半数家属同意和解。对于部分家属前来陈情，交通部早起也派出代表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泰国昨一日增加超过11000外例，有101人死亡。昨午有将清民众上街头，一方面是要纪念泰国民主运动满1周年，另外一方面嘛是抗议政府的防疫做了无好，要求总理帕拉育落台。警方用水喷，示威民众组一队一队，也摕盾牌来挡。伫头前指挥人叫大家继续向前，有人雨水喷到正管势啊，知影用树仔来挡。当局禁止限制5个人以上的集会，示威者甲去年以来的无服从，搁再表现予警察看。伫邦国民主纪念碑的10字路口附近，蹲用红擦家己做的假尸体底下，并且去总理府抗议。要求帕拉育下台ห่วงครับผมเข้าใจว่า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ช่วงนี้มันไม่ดีขึ้นแต่ว่าเราต้องออกมาแสดงว่าเรารู้สึกไม่พอใจกับมาตรการที่รัฐเอาออกมา因也知影伫咧路的抗议有感染的风险，有一位示威者就讲，政府买疫苗的速度伤慢，限令伤过严，对经济造成正大的伤害。这种防疫的规模，点伫咧厝内恐吓也是死路一条。1年前，几落千位示威者伫咧民主纪念碑头前要求总理帕拉育下台。减少王室加军方的预算，这寡诉求到即马也是无改变，更加要求要注重更加好的预防车。顶礼拜当局则因为有几多百位医护人员自中国的科兴预防车了意外感染，就宣布会让搭配男子其他的 AZ 预防车。เขาเรียกว่าdictator เนาะก็แบบเราก็รู้สึก disappointed มากค่ะที่เรามาอยู่ใน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เห็นคนไทยแตกแยกอย่างเงี้ย。第10月之间，泰国新增加的确诊数目创新高，总共到375000。死亡人数32047例，伫咧其中有超过90%的确诊，也有95%的死亡，是发生伫今年4月初了后。因为疫情无乐观，泰国民航局宣布来回曼谷甲其他当局列做高风险地区的航班，自2日开始暂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沙烏地阿拉伯的聖城麥加，一年一度朝聖的活動17開始，今年是限制6萬的信眾參加哦，而且限講一定愛做過2檔的疫苗。現場每3點鐘開放6000個人，消毒了後，擱再換後一批民眾，全程攏愛掛喙罨，嘛愛保持社交距離。莊嚴單調音樂聲中，朝聖者時刷入來到大清真寺，咧踅天房。
沙烏地阿拉伯的聖城麥加一年一擺的條件活動17日展開盛會，今年是疫情爆發了後第2遍規模限縮的條件，人數比去年1萬人閣再放零，不過嘛是限6萬人會當參加爾。الحمد لله هذه أول حجة لي وأنا الحمد لله أعتبر نفسي محظوظ إنه جاني قبول في هذا الحج الاستثنائي 60,000 طبعا ما حيكون كالعادة زي السنوات الماضية مثلا 2 مليون فالحمد لله وجيت أنا والوالدة。根據規定，參加儀式的人限佇18至65歲，愛無久長病記錄，而且已經愛有完全注新冠疫苗的三國民眾，應用電子鐐口的方式來決定。會場讓3點鐘就會開放6000人來入場，經過消毒了後，才會予後一批的人閣再來入場。20 سنة في هرم خدمة في تعكين كله غسيل 3 وردية في 2 مرة في غسيل شغل نظيف في كورونا مبين هتو مبين كله شايف كده。三國內政部講，一直到18日為止，有147個無經過許可的民眾想要弄入來。今年閣有加 AI 的人工智慧，用電子手環這個步數，要來了解條件者因血內活氣OX群的加量和疫苗接種的資訊。Not only by the mean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electronic solutions, but also by multiple checkpoints to ensure that all those who are entering the Hajj are as per the regulations and criteria that were arranged prior to this Hajj。別家的條件是伊斯蘭教5綱之一，所有的穆斯林因一生上介少都愛來條件一擺。逐永年這是全球規模上介大的年度宗教盛事。2019年有差不多250萬人來這朝拜。公司新聞鄭怡仁編譯。歐洲西部的百年大水災已經造成189個人死亡，有幾百個人失蹤。德國總理梅克爾去災區巡視，面對這麼嚴重的災害，梅克爾是呼籲講，大家應該要愈重視氣候變遷對環境、人類的影響。被萊茵西法利亞邦破昂南邊嘅首爾德已經開始災後清理。德國總理梅克爾結束美國訪問行程，登到德國了，去災區視察，講會提供財務補助，也喺政治領域更加注重阻止氣候變遷的議題。surrealen, gespenstischen Situation zu machen. Es ist erschreckend. Ich will fast sagen, die deutsche Sprache kennt kaum Worte für die Verwüstung, die angerichtet ist. 搜救人員徛在河套石淹起厝頂，對窗仔門旁看出來情形。德國財政部長蕭瑟講，災後重建愛長期規劃，經費可能會超過3億歐元。同款做大水嘅荷蘭、盧森堡、比利時也開始災後清理。Niks anders, dus ik had het goed hoog gezet, maar dat heeft niet gebaat. Het is echt tot aan de plafond. 雖然無法度講，這場百年來嘅大水一定是氣候變遷所造成，但過溫室氣體排放造成地球嘅溫度愈來愈懸，會更加接發生極端天氣。This flooding that we've seen across Germany,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I mean, it's certainly going to cost billions of euros, and I would expect tens of billions of euros. When the final count comes down to it. Unfortunately, this is going to be locked in for the next 3 decades. 法國嘅氣候學家講，這幾年來全世界出現真濟酷化、做大水、熱天氣，攏唔是獨立嘅氣候災難。地球正處在個暖化初期階段，若是無採取行動，會愈來愈嚴重，人類袂當擱再家己騙家己。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看咱高東京奧運代表團134個選手，今下晡1點坐包機對台北松山機場飛往日本咯。目前嘛傳出講，東京奧運的選手村有3個南非男子骹球賽的隊員，骹球隊的隊員為着病哦。當地疫情嘛是互真濟人是真袂放心。今天中华代表团是起了个大早啊，一大早就离开了左营泡泡园区。东澳咱国的代表团134个成员，19透早就起床，对高雄左营国训中心包2节高铁的专属车厢。我们的后勤的支援团，再搁坐专车来到松山机场。选手的行李拢随个啊消毒，因来准备出发。亚洲练的选手郭幸存、羽毛球的选手戴祖颖和体操的选手李志凯这个人，拢随个啊出现伫个机场的大厅。游水的选手王冠宏伊架防疫的红线，和厝内人咧合影。根据中央社的报道，东京选手村已经有立即3个南非男子骹球队的成员确诊。
王冠宏的老爸烦恼的，唔但是因囝参加的成绩，还佫烦恼疫情会带来风险。确诊当然是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只是应该跟南非那边的选手应该是不同的洞啊。就算讲心情了了白，不过这个选手因拢真想要来出国摕冠军、夺金牌。早起11点，行政院长苏贞昌含取消去日本行程的政委委员唐凤，这些官员拢亲身来送机。我特别代表政府、代表国人同胞，期待各位尽最大的努力，得最好的成绩。护照甲笔一个准备来入关，华航的包机时刷就要伫下晡1点来出发，正式来去东京的奥运。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这礼拜5就要开幕咯，也毋过因为日本的疫情压关哦，无开放观众，各国的选手目前嘛拢陆续到东京咯，伊嘛毋免隔离。也毋过哦嘛传出讲有选手为着病，国际奥会是强调讲，目前敢若15个选手体检是阳性，比例是无算悬哦。咱来看这几天奥运新闻的整理报道。美国17岁女子网球选手高芙，顶礼拜六到东京，准备要参加奥运，不过入境体检传出确诊，所以无法度参加比赛。东京奥运就要开幕啊，却一直传出工作人员甚至选手确诊。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强调，所有的状况拢有掌握。This is a very low rate of 0.1%.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ll of the concerned people were immediately isolated, and in this way they do not pose any risk to other participants or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这边奥运是史上第一遍闭门举办，国际奥会讲甲选手村甲比赛所在包围一个泡泡内模式真安全，不过日本的民众依然无信心。再且，有人上街头抗议，要求停办奥运。第一球就粗暴，林依泉不啰嗦，不拖泥带水。国内疫情有小可较降来，中华职棒第13开始复赛，也是闭门比赛，规定无上场的选手裁判拢爱挂水烟，不过上场的选手无强制规定。富邦的林义泉就挂着水烟连走3个垒包转来提分，伊讲也是会挂水烟比赛，上垒了才会提掉。No rain is going on there, no lightning, no nothing, but people are running. 球迷赶紧离开球场，裁判工作人员也拢秘入去球员的休困区。美国职棒大联盟17国民队教士的比赛，比赛到一半，3垒方向传出枪声，比赛暂停。That a shooting third base gate here at Nationals Park again outside the ballpark. 华盛顿警方讲有3个人受伤，好佳在随便控制无后续的威胁。不过比赛也是延到隔当天下昼。顶礼拜大联盟明星赛，日本一个投手大谷翔平担任美国联盟的先发投手兼第一棒指定打击。大谷的球是愈投愈紧，最後連續2球攏超過100英里。前でですね、1イニングだったので、あまりペース配分関係なく、ちゃんと初球からしっかり投げようかなと思いました。やりたい気持ちはありますね。やりたいだけじゃ出れないんで、もう一回ね、それぐらいの成績を残して招待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と思ってます。第一球投刷對手3人起來，3人落去，大谷就退場。另外當其時2個打數無安打，最後比點5-2贏球，大谷是勝利投手。美國 NBA 總冠軍賽關鍵的第5戰，公鹿的後衛哈勒戴在最後的時刻超級，甲球隊領先的優勢收掉。最後公鹿123比119贏球，2連敗了3連勝，對總冠軍賽是3-2聽敗。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國內的消息咯，三級警戒2個月尾咯，有一寡觀光業者舊年申請的紓困貸款最近就要還錢咯。業者今仔是呼籲講，因今年愈慘哦，相關的紓困補助應該要增加，嘛應該放寬舊年貸款的還款期限哦。交通部觀光局是表示，了解業者的困難，會甲金管會來討論。國內發生疫情了，觀光旅遊業差不多攏無生理。不過，在去年有一寡業者所申請的紓困貸款，到即馬已經要還款啦，互因的營運更加困難。包括受到衝擊的旅行社、旅館業或者是娛樂產業，攏希望補助應該更增加，並且延長貸款的期限。從去年陸續就有在申請，今年已經到了還款期。那今年的狀況呢，又比去年更慘。
所以是不是这个政府应该把这个纾困贷款的还款期应该展延？再来，纾困贷款的办理来讲，甚至应该要有第2波或第3波。1直到5月底统计，对营业的原价加营运成本的补贴，申请的有2081间，已经拨款的1900间，占48%。旅行业团体旅游取消的补贴，申请的有5542团，已经拨款的1976团，占36%。观光加旅游业员工薪水也个营运补贴申请的有6615间，已经拨款的1690间，占48%。总体来讲，政府纾困执行率无到50%，业者批评纾困做了无够好。旅行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的话，那当然我们一定会带回来，一定会转金管会。那后续怎么进行，我们会把这个意见赶快先给金管会知道，说在申请上面可能需要更宽松的一个认定。那另外展延的部分，我想这是比较急需要去处理的。那这部分的意见，我们会赶快转给金管会来做处理。业者认为纾困贷款的申请手续真麻烦，补件真困难，讲是劳动部承办单位的业务量伤过大，人力不够。建议相关的审查工作应该赶紧发包出去，才能加速推动纾困的效率。交通部观光局回应讲，贷款若要延期，这牵涉到金管会会伫1礼拜内提出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真侪民众出门会挂面罩、加目镜来防止去挖到病毒，也毋过这个防疫用品安怎正确消毒嘞？来看医护人员安怎做的。疫情期间，无论是出外或者是咧做工课，可能拢会挂着这款防止病毒的面罩甲目镜。毋过直接甲酒精喷伫表面做清洁，安尼做法是毋对的。清洁的部分，希望都是用75% 的酒精，那希望是喷在那个我们的卫生纸上面，再去做擦拭。那由上而下，不要重复交叉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它的那个材质的品质，这样子。那也千万不要用就是过热的去消毒。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毋是活的生物顶面活至少4点钟。也有研究发现讲，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喙暗顶面活7天。因安尼正确的消毒方式是真重要，应该爱先甲酒精喷伫卫生纸顶面，一撮一撮共方向拭过去，唔通来回拭，而且爱等伊打去才会当使用。护目镜还有我们面罩的部分呢，基本上每天就是使用完之后都会做清消。但是，一旦你在做清消的时候，发现它的表面已经有刮痕，或者是脏污已经是清不起来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它的表面都已经有破损的状况了，就建议更换，不要一个用到底哦。虽然体用具消毒也是真重要，不过民众也是爱接洗手，定期换喙暗，才通尽量防止挖到病。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三级警戒有小可放冷哦，也毋过大多数的庙寺嘛是无开放信众入去拜拜。说来7月份特别普渡好兄弟啊，中华鹿港天后宫个地藏庙哦，表示讲今年信众会使线上来报名，交钱互庙方统一来款制品。也毋过某一寡庙寺是表示讲会去看疫情的变化才来决定。虽然已经未开放，不过中华关的庙宇还是维持无被开放。鹿港天后宫的出入口还是管制进出。而接落来就是旧年的7月，鹿港天后宫表示，目前还未完全来开放，普渡嘛将会以线顶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奖品嘛将会由庙方来统一采买。有需求的话，直接线上参拜。普渡当天的话，人员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直播方式。如果有解封或者是降到2级的话那我们庙里就遵循中央指挥中心的指示。至于鹿港地藏王庙表示，目前采取线顶报名，鼓励甲可以都甲以早同款。至于是毋是开放信众来参拜，要等台26号是毋是开放来决定。而今年普渡将会采直播的方式，民众的看法嘛无同款。你只要有迄个诚意，我感觉赶快来让达到迄个目的。印传物件我不是很喜欢，对，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啦。而中华市南窑宫甲圣王庙，我们是委托当地里长来举办，不过目前就会看疫情的状况，7月底来决定。另外，中华市的万清馆每年普渡规模拢真大，今年嘛可能会缩小规模。每年的普渡过去曾经有到1000桌的规模，我们的招标工作仍然照常举行，然后规模就会看那个疫情部分来进行调整。中华市公所表示，目前甲往年进度拢同款，已经依照进度来进行招标，不过26号还未确定是毋是改
访，目前是必须要遵守防疫相关规定。记者中华采访报道。救护车、消防车为着要救人，赶时间拢会冲红灯。花莲县政府就专工伫救护车顶头装一套警报系统哦，会发出警告声甲闪灯，来提醒路人的车甲人爱小让一下。花莲市中山路甲中央路口的十字路口，红线顶边啊，一粒黑色的 LED 显示器，就是花莲县府新增设的紧急车辆优先警示系统。当救护车伫经过时阵，就会发出声音，闪灯也个会显示救护车伫倒一个方向。目前消防局的所有救护车及水箱车、水库车上面都有一个这个感应的系统哦，让我们的救灾救护车辆在经过红绿灯之前，能够有一个示警的效果，让用路人能够注意到有紧急一个勤务的执行。这套系统花莲县府是甲中华电信合作，利用智慧高控系统、电子标签甲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相同方式来侦测紧急车辆，也无经过测试。救灾车辆需要通过路口才发出警告，有淡薄袂符。确实，可能它的感应范围可能没有抓得那么大哈，或者是它感应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哦，就像刚刚讲，应该感应器要提前，这个我们再来做确认跟检讨。花莲县政府强调，这套系统为5月份安装测试高达平均1点钟就会有2摆紧急救护车经过，总计3000多摆警告。若讲效果袂歹，会陆续伫其他路口装设，呼吁民众注意这个新的交通警告系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观音山有一大片红乌过的山哦，有议员是指控讲新北市政府记载业者乌白乌。风台特别来了，实在是真危险哦！也毋过新北市的农业局是表示讲，业者有经过申请，并无违法。风台期间会要求业者爱加强防护。空翕机升空，真密的森林景色看在眼内，只是飞过山壁另外一边，有一大片的树仔红乌空，变作是光影影现出土壁。现场放各种的铁枝啊，甲红毛土当地开发。有当地议员接到民众检举，质疑观音山互人乱开垦，好亲像互人破绑。那他的说法也是说要做农路哈，说有这个竹笋哈，要把它运出来。但是如果以现在这样看法的话，我的判断是游览车都要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扩大是明显的，而且我个人认为跟他们的申请项目内容应该是不符合。议员指出，明明是一位无耕作农地，新北市农业局煞核准设置农业道路，而且工程范围颇大，质疑做农路有安全的疑虑。实际到现场勘察，也阁发现开垦的范围扩大，批评是合法也互非法。面对所来的风台到位，是不是会引起到土石松软，我那使人烦恼。私人土地合法申请的工程的水保计划经土木技师工会审查通过，今日再次派员至现场施工中检查，如有未按图施工，将依法开罚。农业局回应，41位的地主是因为有立德顺农产运输进出耕作的需求，共同提出农路申请，合法将私人的土地开辟成农产运输的道路，并无违法。针对风台要来啊，也要求业者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前一阵啊雨落袂少，也毋过因为台东市今年的雨水较少哦，市区天然泉水的游泳池拢大大。附近的民众上是讲哦，几啊10年来拢毋捌安尼。县政府嘛讲，今年有真侪民众反映讲抽袂到地下水，要来申请污渍案件有60-70件。天气也是真烧热，台东市会当互人甲鱼仔做伙游水的市立泳泉游泳池的水强要打起。管理员今日要大池，水位敢若到骹目，水中的鱼鳞是因为水位低，空气无够，拢打头伫个水面喘气。来到小池完全无水，池仔底的沙石规现出来，未赴走起的鱼仔拍甲变干。住伫附近几了10年的居民讲，即种的情形真罕见。偌久无看过安尼打水过啊！哦，几十年啊！那目前就是整个就是水位它过低，然后加上现在因为都没有一个下雨的状况。住伫永泉池四周的民众讲，有一寡徛假地下水，有当时抽有，有当时抽无。也有民众是怀疑最近2年台东市区少年线兴建袂少大楼，地下水互抽打去有关系。台东市广州街即区咧，都有20外户民家半个月拢抽无水。县政府建设处是讲，这可能这2年因为无风台大雨，地输着主要的河川碧南溪欠水有关系。这附近好几十家都没有地下水啊。主要的来源是卑南溪，它假如说
它的伏流没有水的话，它伏流当然就没有水，就没有办法取得水。县政府建设处统计，因为天气大暑，今年申请污水井的案件达到60-70件，尤其是以污水井灌溉上济。可是规是讲，一旦有连续落大雨的机会，地下水位就会欠悬，解决掉灌溉甲使用地下水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山野的产量袂歹，也毋过因为疫情，销路是无介好。台南关田农会加工厂今年就提早开工哦，嘛甲用甲市场差不多的价格来收山野。望讲会当来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搁到当年山野大出的季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山野节活动拢取消，袂少通路受到影响。为着甲农民到处理消无路的山野，台南关田的农会今年提早开始做山野干。今年为了协助农民，所以优先协助农民去处理那些剩余的果实。希望各位农民如果有需要的，欢迎到关田农会推广中心来。农会总干事表示，其实农会嘛有家己的山野干品牌，不过为着甲农民斗相共，因会大声烘农民的订单。烘山野干的方式有真侪款，总干事强调讲，关田农会是用柴油的烘炉，所以食起来会有一款用火烘的气味。关田农会所采用的是高温柴油干燥机。它烤起来的芒果比较具有火味，香气十足，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用不锈钢的烤盘，卫生上面保证没有问题。因为今年疫情断销路，各大山野的产地拢想尽办法要甲在地农民斗相共，嘛呼吁民众会当多多交关，甲农民斗相经渡过这边的难关。记者综报道。最近破报纸在大出咯，这款古早味生起来是真高工，所以市面上是真恶买。也毋过一寡社区妈妈拢会做规当份的破报纸起来放，炊鱼啊也是真软哦，加一点啊是真调味。若讲到热人钓时的农产品，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西瓜甲山野。毋过其实报纸这个时间嘛长咧大出，报纸摕来炊鱼啊真软拢真调味，所以真侪社区拢会趁这个时间，甲规年份的破报纸做起来放。先甲伊加机。加了咱慢，慢等下咱来爱黏会黏入手，所以咱慢慢的用水浸的。唔通看报纸一粒一粒细粒目镜，其实是真歹对付，做起来真够工。对臭树蛙开始，浸水、慢、控拢爱无用几工，所以真侪社区拢是厝边头尾少少咧，大家做伙无用。季节算山野季。所以咱的食山野，一般讲食山野了，就是食报纸。报纸讲算古早甲人讲会当解毒。所以大家会这个季节到，大家报纸就会一直慢。大自然的作物当时的大出，拢有伊的道理。不少人讲山野较毒，所以食这会过敏，所以就会食破报纸来解毒。因为高工市面上无啥人在卖，所以报纸若无达到时机做起来放，季节过了后，有钱嘛买袂到。记者综报道。台南新市有一张上100吨的白林木树哦，区公所专工拜托当地种白林木的高人来顾这张。虽然今年的白林木节因为疫情取消，也毋过公所是讲哦，即马白林木顶到时哦，无食到就爱个等明年咯。若是来到台南新市三里联合活动中心，大先看到一定是门口口一张上100年的莲木树，顶悬阁写美少的白莲木。区公所特别请当地种白莲木的高人来甲各种生果的美角，佮专工包落啊来防病虫的定害。咱这落啊吼，咱这落啊这空锤吼，空锤的当时吼，迄个咱这爱甲用好开，包起来的当时吼，这包起来的当时就安尼这个。哦，这4、5吨安尼拄啊空工，安尼过日当大开，较袂去经调的。这张100年的白莲木树，当初的地主要甲土地卖掉，建商也为着要起大楼，无爱留，地方唔甘莲木树就安尼放错掉，所以才参详区公所，望甲这张100年的莲木树刷载来活动中心保存。农民做这个种这个真的很辛苦了不见得，因为这个跟红莲木啦甲迄个一般的莲木改良过都无共款，这土种啊，土种的物件就是愈土种愈歹种，避免掉咱真的这个优良的传统被断层，让我们以后只能在教科书或者故事书上看到新式白莲雾古早味，
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白莲雾自本就是台南新市的特产，因为疫情关系，今年的白莲雾节活动取消办理。但区公所加强网络宣传，民众只要拿刷定注文，就会当伫厝里食到好食潮湿的白莲雾，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迈阿密，之前发生公寓放弃的意外，一寡受灾户甲失踪者的家属有落无厝哦。有一间度假公寓业者是主动甲这个度假公寓免钱提供予受害者来住，因为这个厝主讲，伊本身是美国911事件的受害者，所以伊知影有落无厝的艰苦。马吉兰是伊80岁的老母，是香伯兰大楼的大户。大楼崩乱意外发生了，为着要随时知影所求的静电，伊逐工就伫咧佛州南部的徛街，坐2-3点钟久的車，来到瑟夫塞德社區中心的受災戶臨時收容所，聽當局逐工嘅簡報。So we were blessed to find Sextant that provided this place for us to stay for the time. 蘭斯所講嘅塞克斯坦，伫邁阿密有250間出租公寓。31歲來自紐約的執行長喬凡尼斯，伫香布蘭大樓發生意外迄天的下晝，將165位員工攏叫來，宣布公司要甲離事故地點只敢若8公里遠的一棟大樓免費提供予受災戶，抑個自較遠所在要來找失蹤者的家屬住1個月。喬凡尼斯甲員工只敢若開48點鐘久。就甲原本內面攏空，連壁攏也未拆的2房加3房大的公寓，全部攏整理好，內面家具、電器攏有。I went through a similar experience in 9/11. Couldn't go back for about a month, so I was on, friends' sofas, hotel rooms. It was a very disjointed way to live. So it was partially personal, and the second part was just having access to resources, people, furniture, a property that was vacant. 香布蘭大樓所在地邁阿密戴德郡，中頂公寓一個月平均的租金是1328塊美金，換算代表是37184。即馬已經有15個家庭住入去喬凡尼斯所提供的免費公寓。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再來看美國加州，因為可汗溫度是真懸，佮真大熱，每當的熱人攏會火燒山哦。也毋過即馬，因是培養出一批上古水的防災部隊，是80隻山羊啊。設計講，互因食草，會使食出一條防火線。若是火燒山哦，就會當來減少炭燒的範圍。飼羊人一話聲。180隻大大細細隻攏有的山羊，就帶着去來到今仔日的山羊餐廳，要開始食草。因為天氣熱佮乾燥，加州每年都會發生幾落10件野火，特別是跨幾落個州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為了要控制野火，加州政府這麼想出一個用山羊開防火線的計劃。That's twofold. That's on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wildfire from the wildland interface to a structure, and it's also to be able to provide enough defensible space, buffer around it for us as firefighters to come in during an event and actually protect the homes in a safer environment. 學者講，山羊食草的時陣是規臟攏挽起來，連滾攏食落去，所以經過的所在草啊攏袂閣發。互羊甲佇咧厝邊啊，正大數容易導火草啊，食好清氣。會當代替人力加割草機除草，對環境好，也是預防野火上環保省錢的方式。These goats are amazing in terms that it seems like they climb up those with no problems. I haven't seen a goat trip yet. 一外倒三共開防火線的山羊，是由賽級環境團體所引進，這是一間佇咧做棲地復育加環境規劃的公司，所以因會用電網啊，或者是這個物件甲因成控制因行的方向。A site like this is very labor intensive. There's a lot of dried brush here. There's a lot of stuff that would have to be hauled out up over the hill by hand. The goats eat it. It's gone. It's disappeared. It doesn't exist anymore. This is a very appropriate site for grazing. 目前加州哥倫戴爾的山羊防災計劃抑閣佇咧試驗的階段，不過到目前對試驗的結果是真滿意，有效閣環保。當局也佇咧評估講是毋是要擴大使用範圍。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下半部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
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3度。華東地區上低28度，上懸35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2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